香港人珠海退休第4代住宅，步行10分鐘就到華發商都，15分鐘到關口。99平方3房2廁單位，total 230萬。112平方嘅4房2廁單位，total 250萬。豪華裝修嘅第4代住宅，感興趣嘅留言1俾 Alex 啊！